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哋覺得樓價而家跌到底部未呢？其實而家珠海樓市唔可以用升或者跌嚟形容，因為而家出現嘅一種情況就係一邊呢，市區珠海豪宅成交單價超過10萬蚊，你冇聽錯，6月30號呢就有幾套珠海市區嘅豪宅以呢個價格成交，而且大家注意喎，仲要係全款，咁但係另外一邊成交量又持續喺度跌緊，咁究竟係咩回事呢？咁好啦，如果你哋係觀望緊珠海樓市嘅朋友，今日嘅真實數據睇到最後，你哋一定心中有數。咁好啦，大家好耐冇見啦，有段時間冇見，都有啲掛住各位添。我係你哋又愛又恨嘅毒舌顧問 Wing Sir 啦。咁2026年呢，就正式過咗一半啦。依然有好多 fans 朋友就問我：珠海樓市而家回暖未？因為睇到呢，有啲開發商銷售中心日日喺度發恭喜，喐唔喐就係話佢哋嘅樓盤熱銷全城啊，逆勢飄紅。但係呢，有時入到去售樓部又靜到拍烏蠅喎。同埋有人喺度問啦，而家深圳啊、廣州、上海嘅樓市都已經開始反彈啦，珠海係咪即將要開始跟住升呢？咁大家唔使急，今日依條片阿 Wing Sir 我會跟住帶住大家一齊嚟打破幻想，睇穿真相。我哋直接嚟拆解2026年上半年呢個網簽數據。咁呢一個都係我應承各位一直會堅持嘅一個行動嚟嘅，所以咧大家記得先 like share。因為我哋咧可以通過呢半年，究竟係有咩買家喺度買樓，邊個樓盤賣得比較好，同埋有邊啲項目係真正做到逆市，又可以成交量衝咗起身。我哋可以通過呢啲咁嘅銷售排行榜嘅背後，睇到好多啲中介銷售佢哋唔願意俾你哋知道嘅秘密。咁好啦，先至聲明先啦。今日嘅數據咧係截止到2026年6月30號下晝嘅4點鐘之後，因為大家知道網簽嘅時間有一個滯後性。咁好啦，睇數據先。2026年上半年珠海一共係網簽咗11912套一手嘅物業，咁其中住宅係網簽咗7164套，辦公係841套，商鋪係398套，其他剩餘嘅就係車位啊、配套啊，包括其他類型嘅物業啦。咁好啦，可能好多朋友咧單睇呢個7164套冇咩概念，咁我哋同前幾年比較一下，自然就可以見到真章啦。譬如話2020年嘅上半年，珠海嘅網簽套數係12133套，到咗2021年嘅上半年，亦即係疫情之前嘅最高峰啦，係28235套。2022年呢就係11261套，2023年係13272套，咁2024年係8795套，2025年亦即係舊年係8626套。換言之，嚟到今年剩低咗7164套，亦即係話今年上半年嘅成交量又比舊年係下降咗17%，同埋如果同最高峰嘅時期對比，足足係下跌咗75%。咁當然啦，我哋盈虧同源，我哋通過呢啲咁下跌嘅情況，我哋係睇到一個走勢，因為其實而家咧唔係話普通嘅淡季。而係成個珠海進入我哋行內叫做呢個成交中樞嗱，特別係咧成交量係創咗7年嚟嘅新低，但係咧唔代表話珠海所有樓盤都賣唔喐喎，更加唔代表樓價要跌75%。我哋絕對唔以偏概全，因為一個奇特嘅現象出現咗，成交量反映嘅雖然話係活躍程度，但係唔等於呢個跌幅。因為2026年嘅珠海真實情況唔係話完全冇人買，而係買家越嚟越集中。大家只要買返自己覺得安全、確定性強同埋有性價比嘅項目，呢一種我哋叫做結構性嘅成交。咁好啦，跟住落嚟呢，我哋睇返26年上半年嘅住宅銷售情況。排名只代表銷量，唔代表質量啊，各位。首先毋庸置疑啦，冠軍依然係十字門嘅琴澳新城。一共網簽係307套，第二呢係成個金灣嘅航空新城金灣府啦，一共係259套。咁第三呢就係十字門嘅環宇天下，一共係231套。咁之前呢係幾大發展商三分天下啦，咁大家都知道啦。經過呢幾年嘅洗牌，咁甚至乎有啲
開發商嘅高層俾人捉咗去坐監之後啦，而家可以話咧係中海同埋華發喺度平分天下啦。咁想睇翻佢哋之前嘅商戰啊，點樣去勾心鬥角咧？大家可以睇翻我呢一期節目，你就心中有數啦。咁呢度我就唔贅述啦，我哋繼續。咁繼續排喺後面就係呢個龍湖天藍賣咗215套，華發香山湖1號係賣咗210套，華發嘅珠海灣係賣咗164套，華發天璽賣咗160套，西岸灣盤156套，珠江嘅琴學院151套，包括珠江新城係142套。呢10個項目加起身大概就係有1995套嘅，咁佢哋呢個數量就佔咗舊年上半年嘅接近28%嘅成交量啦。所以固然之喺呢幾十個新盤嘅成交裏面，單係前10嘅樓盤，佢哋就佔咗差唔多30%嘅成交。咁喺前10個裏面，華發又佔咗一半，差唔多係1100套左右，係佔全市成交量嘅15%。咁大家咧可以 feel 到一個好明顯嘅現象，就係樓市越差，大家買得越集中，買家越謹慎，品牌地段同埋確定性嘅日價就越嚟越高，亦即係叫做馬太效應。強者唔單止係簡單越強，而係大家明白喺市場信心嚴重唔夠嘅時候，資金會主動投向佢認為安全嘅資產。特別係我哋諗下啦，以前樓市好嘅時候，啲不知名嘅開發商只要係有塊地，整個售樓部再同你講翻以後咩規劃啊，畫下大餅，就有人喺度排隊落達。但係而家完全唔同，大家係回歸翻理性。特別喺呢個時候，我俾翻大家少建議，你哋喺睇樓嘅時候要理清翻你嘅思緒。舉個例子，譬如話咧，有啲中介啦，特別係即係東區啊，中山東區有啲中介好中意吹話嗰度有地鐵啊嘛。你可以問清楚佢係幾時起，幾時通車，關鍵係咩咧？咁有啲同你講，喂，呢度規劃有商場。你可以問佢係邊個運營嘅，同你講規劃有學校嘅，你要問翻呢個學校招緊生未？然後有啲銷售好中意吹話呢個盤好好賣，你可以問翻佢呢度目前周邊二手成交係點樣，晚上嘅入住率係點樣，目前嘅租金可以租到幾多？咁如果中介同埋銷售佢答得蒙查查啦，同你講咩未來啊，又答唔出個所以，你又當佢放屁。點解？因為佢連自己都呃唔到啊嘛。咁我哋繼續深入，我哋睇翻成個住宅嘅總網簽榜單裏面，可以發覺咧，其實真實第一名唔係呢個勤務新城，而係喺保稅區嘅都會四季，一共網簽咗425套喎。另外銀坑咧都有個安置工程，一共係272套。咁所以有啲熟行熟路嘅朋友肯定覺得好 KQ。點解明明呢啲賣得好好，而喺項目裏面要排除咗佢？因為大家知道有啲網簽雖然話係賣得好，但係佢係因為咩咧？因為有啲網簽量係有時可能突然間集中咁登記，或者係啲安置房源即係俾人回購咗啦，所以咧前後一齊統一補簽或者集中辦理去簽合同，所以就導致呢個數字突然間飆升。所以我哋可以由細節睇到好多嘅真相。當然呢啲數字係真實嘅登記，但係咧佢同真實嘅成交、市場嘅化銷售完全唔係同一個概念。就譬如舉個例子，好似之前有段時間金灣三造呢個山海匯啦，有啲銷售話佢哋賣得好，實質上係因為呢個盤之前網簽唔到，後期咧開發商解決咗呢個問題，集中網簽，所以呢個網簽量就爆發咗起身啦。咁好啦，所以大家咧就千祈要透過現象睇到佢真實嘅面目，而唔係俾所謂嘅數字蒙蔽咗你嘅雙眼。特別係呢個都會四季都要順便講一講，因為最近華發又宣布咗要掛牌轉讓都會四季，亦即係呢個盤佢嘅項目公司珠海華同60% 嘅股權。呢樣嘢大家要注意喎，因為咧佢係同呢個上半年425套都會四季集中網簽呢個時間段係撞到正一正。咁所以啦，行內嘅朋友就知道啦，呢兩樣嘢結合翻嚟睇就非常之有意思啦。同埋佢都反映咗發展商嘅一個策略。因為之前咧住宅開發同埋銷售到咗尾聲嘅時候咧，開發商佢都要諗辦法回籠資金，但係依然需要長期嘅資金去投入佢哋啲商業產業啊、尾盤合作進行呢個重組。但係華發就醒啦，佢通過資本嘅操作嚟剝離咗呢啲咁嘅不良資產，去重新重點去發展。所以佢哋呢一招係財技係非常之聰明啊。同埋大家就知道啦，品牌可以退出，股東可以更換，但係你要明白，地段人口同埋現金流
可以幫你不斷咁包裝你嘅物業。咁好啦，大家集中精神，我哋繼續睇翻幾個熱門嘅項目，特別係呢個華發琴號新城啦，佢係斷層式嘅領先。咁佢賣得好，固然之因為有橫琴十字門呢一帶嘅區域概念，同埋其實咧華發佢哋嘅品牌、產品供應同埋規模優勢，相信都不言而喻啦。同埋最近咧，我哋又帶啲業主去收樓啦，確實咧華發咧係一個大集團，但係佢哋嘅產品確實係參差不齊。譬如話呢個天聯啦，相對嚟講佢哋裝修品質確實係近呢幾年嚟講，我見到係比較少炸型嘅。咁所以呢一種優良嘅品質，可唔可以繼續延遲到而家呢個天匯？我哋拭目以待啦。咁第二就係呢個華發金灣府啦，一共賣咗259套。咁其實金灣府佢體現嘅就係成個航空新城，佢依然係擁有相對穩定嘅呢個自住需求，再加上佢哋係承接翻主城區嘅外人，所以可以承接翻部分主城區嘅剛需或者啲改善嘅客戶。咁但係大家知道，金灣區特別係呢個航空新城買樓，佢最大嘅問題唔係啲樓起得夠唔夠靚，係後續呢個片區人口、產業同埋就業可唔可以帶嚟呢個地方嘅二手承接力。咁當然啦，呢一啲咧就係投資嘅朋友考慮嘅範疇啦。呢度我哋就唔喺做敘述啦。有興趣我哋可以自己 PM 傾傾。咁第三呢個寰宇天下賣咗231套。咁中海咧，佢哋之所以又可以走到量，其中一個原因咧，唔係話佢哋品質真係無敵，係因為目前確實中海呢個片區冇咩競爭，同埋佢哋係推出咗啲低總價、低面積嘅準現樓，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市場嘅競爭力係非常之強。譬如話，佢哋 A 區推出咗65平方，差唔多190萬嘅單位，咁對比翻之前天匯58平方180萬嘅單位，相對翻華發、天匯，佢哋交樓時間更加短，所以就爭奪咗好多珠海本地嘅，特別係啲00後，其實00後年紀都唔細噶，啲年輕嘅買家，同時降低咗門檻，所以令到佢哋嘅交易量亦都有一個大量嘅上升。咁但係呢度咧，有啲朋友都要提醒下，因為咧你哋買樓咧，除咗話你哋睇翻自己嘅需求之外，都要強調一樣嘢，因為細面積嘅單位喺樓市下行嘅時候，其實咧開發商容易走量，但係日後如果進入咗二手市場嚟講，你睇翻佢嘅供應程度點樣？因為其實咧對於呢咁嘅細面積嘅單位，其實二手優勢並不是特別大。咁第四個我哋值得留意嘅就係呢個香山路1號啦，佢一共係賣咗210套。咁呢一個項目之所以可以進入前5，證明咧市場唔單止係貪平貪性價比，因為對於呢個新香洲，尤其對於我哋珠海人嚟講咧，佢擁有最成熟嘅醫療、商業、政務、教育等嘅配套，基本上咧係有錢都會去買嘅地方，所以亦都認證咗啦。其實咧，當市場開始調整嘅時候，大家唔會睇翻未來，只會睇翻今日去埋單。咁我哋繼續睇翻區域啦，上半年香洲區嘅住宅網簽套數係2692套，佔全市嘅37.6%，穩居第一。咁排第二係呢個斗門，一共係網簽咗1794套，佔咗25%。咁金灣區咧，一共係網簽咗1372套，佔咗19.2%。高新區亦都有951套單位，佔咗13%。橫琴合作區咧只有355套，佔咗5%。咁好啦，肯定有啲朋友喺度問啦，喂 Wing Sir，橫琴嘅政策咁好，你好啦，之前咁多人去炒樓，而家咧成交量都係咁低，橫琴肯定係 PK 硬嘅。咁但係事實上嘅真相係咩咧？橫琴上半年住宅網簽係355套，原因係點解？因為橫琴嘅住宅方面基本上已經斷層啦，特別係細面積嘅單位啦。咁斗門嘅優勢好明顯就係總價低，但係貨量大，剛需嘅產品比較多，所以開發商係容易走量。咁但係橫琴特點就係供應少、總價高，同埋佢哋嘅產品更加特殊，同埋客戶群體更加集中。所以綜上嚟講，我哋依然可以 feel 到目前香洲區依然係需求中心，斗門同埋金灣係呢個數量嘅中心。咁橫琴就係一個高門檻、低頻率嘅一個特殊市場啦。咁但係咧，橫琴咧真係非常之特殊，佢住宅、辦公、商業、人才住房等嘅產權性質係非常之多，佢以後賣嘅邏輯亦都唔同。所以大家記住，你如果買錯產品，地段再高級都救唔到你。咁好啦，我哋繼續見微知著，我哋睇翻呢個進度就知道遠遠未完。因為可以睇到呢度嘅朋友，我哋繼續睇翻啲細節。就好似有啲朋友問啦，點解3月份集中爆發呢個成交量，6月份又跌翻落去咧？其實由呢個月度嘅走勢，我哋去睇到26年其實珠海樓市就係先動再衝高再回落呢一個脈衝式嘅走勢。
因為1到2月份係受到春節嘅內地常規淡季影響，成交量絕對係比較低迷。咁但係到咗3月份啦，網簽數係黐住2000套左右，亦都係1936套，成為上半年最高峰嘅一個月。但係次月份、4月份又下落到1289套，5月份只有1322套，6月份又下降到1071套。咁好多人睇到突然間衝高又直線下降，其實真正嘅回調唔係話1個月喺度突然間回升，而係可以 keep 住3到6個月嘅維持。呢一個係我哋咁多年嚟不變嘅一個規律。咁首先大家知道3月份係春節後嘅需求，前期積壓嘅網簽同埋優惠特價，佢哋喺階段性嘅同時釋放，就形成咗呢一個波峰。咁但係到咗4月到6月啦，成交量重新回落，亦即係其實證明市場而家後續發力仲比較缺乏。所以之前好多 fans 問我，3月份啊好急啊，開發商又買得好好啊，急唔急住入手？我都喺群組裡面同啲 fans 講，話根本就唔使急。但係啦，由博弈嘅角度嚟講啦，其實特別係對於而家真係觀望嘅買家，對你嚟講絕對係利好，因為發展商喺劣勢嘅時候，佢哋需要打破你哋嘅期待值，只有2種方法，一就係製造真正嘅稀缺，譬如話核心嘅地緣、稀缺嘅戶型、準現樓或者不可複製嘅景觀。咁第二啦，就要將價格降到令到你哋足夠吸引。你哋覺得？我覺得啱唔啱先？咁好啦，關鍵內容嚟啦，我哋傾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大家發覺而家好似香港啊、上海啊等嘅1線城市喺度回暖，但係點解珠海依然都係咁弱呢？睇翻個數據啦，26年嘅5月份嘅全國70大城市就出現一個好重要嘅變化，就係呢1線城市新樓環比係上升咗0.2%，二手樓價環比上升咗0.4%。上海、廣州、深圳新樓分別係上升0.2%、0.2%同埋0.4%。咁但係2線城市嘅新樓依然下降咗0.1%，3線就更加下跌咗0.4%啦。呢個趨勢其實係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因為樓市唔係話全面復甦，而家基本上都係由核心同埋最有購買力嘅地方同埋區域呈現咗一個叫做 K 字形嘅收復。咁所謂 K 字形嘅收復，亦即係話一部分城市板塊同埋資產佢哋價格繼續上升，但係另外一部分佢哋繼續下滑。譬如話6月30號成交珠海嗰套2000幾萬存款單位啦，包括都仲有幾套豪宅嘅。就有啲行內人就話可能係呢票，可能就係呢排啲科技股升咗，佢哋套現去買。其實呢啲呢，我哋接觸過都唔出奇，同韓國係一樣啫嘛。咁但係其實我哋再睇翻啦，其實2016年1月份到5月份全國地產開發嘅投資同比下降咗16.2%，新建嘅商品樓嘅面積亦都下降咗10.8%，銷售額亦都下降咗13.5%。咁其中大家睇翻啦，開發商到位嘅資金下降咗19%，其中個人按揭貸款係下降咗28%。咁呢一個亦即係證明，即使政策貸款支持，但係好多人啲市民去借錢買樓嘅意願依然係未完全恢復返，因為好多人呢以為樓價只要利率下降下調，啲人就自然會買樓，其實係大錯特錯。你再舉個例子啦，最近肯定好多人喺度吹話，邊個地方邊個城市人口多咗好多，所以個地方一定好有趨勢。但係呢度都要再同大家普及一個經濟學常識，就係呢：你明白所謂嘅有效需求指嘅係咩呢？其實所謂嘅有效需求就係指你嘅慾望同埋你嘅能力。舉個例子，我想買法拉利，我對法拉利好鍾情，但係呢，我慾望夠，但係我能力未夠，所以我冇辦法達成呢個有效需求。大家 get 唔 get 到呢個意思啊？所以呢，利率下降只可以係對於大家嘅呢個買樓成本降低，但係如果呢，你擔心收入、擔心交付、擔心你層樓以後賣唔出去嘅，咁我就建議你就唔好出手啦。所以其實而家識經濟嘅朋友就知道啦，而家我哋就進入咗呢個資產負債表嘅修復過程。因為之前大家覺得樓價會永遠上升，就願意去借錢買樓，但係而家經過呢幾年嘅調整之後，大家會優先儲蓄、減少負債、提高現金嘅比例。所以呢，而家中央對於地產嘅政策方向已經唔係製造全面嘅炒樓，而係控制佢哋嘅增量，又減少庫存，同時又優化而家嘅供應。所以點解之前好多城市特別係珠海都發布咗呢個叫做好房子嘅建設條例啦？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同我哋攞翻去慢慢去睇翻嘅。咁所以啦，呢一啲我翻譯成人話，令到你哋好理解就係大家知道，而家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大起大建，有幾多地就起幾多樓。
而係以市為中，庫存太高嘅城市，嗰個地方嘅政府就要諗辦法消化。咁但係未來起樓咧，必須要喺質量上面做一個升級，叫做優質優量，從而其實咧目的都係為咗穩定呢個市場同埋化解風險。所以啦，喺度我斗膽做預測啦，26年下半年我個人嘅判斷就係咧，成交量依然可能要有階段性嘅修復，亦即係有段時間會升起身，但係樓價我覺得依然係唔會全面回升嘅。咁同埋咧，項目之間嘅分化會繼續擴大，到咗第3、第4個季度，大家注意啦，開發商通常佢哋要回款，特別係啲上市公司，佢哋要做報表，所以咧有啲項目一定會加大優惠力度，推出更加多嘅特價單位，或者送好多嘢嚟升級促銷。咁呢一啲咁嘅信息，大家點樣去留意翻呢？關注我哋就 OK 啦。咁當然啦，成交量咧可能會比今年上半年更加有改善，但係呢一種改善更加可能係以價換量，而唔係話大家啲買家去衝量衝價格。所以其實對於珠海呢個咁特殊嘅城市，全中國唯一一個陸地上連接港澳嘅呢個城市，有一個對外嘅樞紐，非常之特殊。全中國270幾個地級市係揾唔到第二個嘅。所以以後呢，我覺得珠海分咗3個市場，一個係成熟嘅核心區，依然係稀缺改善型同埋咧兌現程度高嘅樓盤，呢啲樓盤會更加保值。第二個市場就係成交總價低、準現樓同埋可以即刻賣嘅呢啲小戶型嘅產品，會繼續擔當佢哋嘅成交量。第三就係啲咁嘅遠郊概念樓盤供過於求嘅片區，或者依賴翻未來商業規劃嘅地方，佢哋就依然繼續不斷咁樣劈價出售。咁當然俾各位精神股東最衷心嘅建議就係，如果你哋諗住嚟珠海退休自住或者長期生活嘅，你唔好淨係追求翻啲低嘅平嘅價格，你仲要睇翻長遠嘅醫療、交通、商業佢哋嘅成熟度，包括物業管理啊、潮濕方面嘅問題、噪音同埋實際嘅通勤情況，以及你屋企人願唔願意接受先。咁如果你哋係投資嘅朋友，就千祈唔好淨係話聽銷售中心啲銷售同你講嘅，你要知道翻真實嘅租賃成交，佢哋嘅空置周期、成交量同埋你嘅持有成本，包括3年以後有邊啲人會接你嘅貨。咁好啦，2026年上半年正式結束，珠海嘅住宅成交係創咗近7年嚟嘅新低，證明其實市場仲喺度築底緊。但係與此同時咧，頭部項目依然可以賣足200-300套，證明珠海嘅需求依然係非常之強勁。真正消失嘅唔係買家，而係嗰種投機嘅需求。咁當然啦，都係強調翻，買樓其實就係買一個城市嘅股票。咁但係咧，好多朋友希望我化繁為簡，其實咧呢一條片啲數據大家可以睇多幾次，自己去做分析。有啲朋友問我可唔可以入珠海，你就問翻自己，你如果長期認可呢個地方啊，其實你就可以入，因為你買樓本質你就係買呢個城市嘅股票，參與佢嘅發展。因為其實中國大陸同埋國外係唔同啊嘛，國外譬如話瑞士啊呢咁嘅地方，歐洲有城市稅。所以啲城市建設啊特別好，但係當然消費都勁高啦。但係喺中國大陸，你嘅城市稅其實就係你嘅樓。咁好啦，最後咧，我用馬太福音嘅其中一章作為 ending， 就係你有嘅會加倍俾你，令你有餘；你冇嘅，連你嘅所有都要奪埋過去。聽到呢度，如果覺得咧可以幫到你哋，希望各位精神股東踴躍咁樣留言打精彩。因為咧，你哋嘅支持同埋 feedback 先至係我最大嘅動力。同時咧，都希望大家咧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加入我哋呢個199嘅付費內部群組或者咧有朋友對於金灣嘅樓盤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點擊我哋 WhatsApp 發送金灣呢2個字，進入呢個免費嘅金灣業主群組。呢個任君選擇，喺裏面咧，大家一樣可以獲取到最新嘅銷售情況價格情況。同樣地喺裏面，你哋都聽到好多我更加唔會喺公開場合講嘅嘢啦。